喺而家全世界局勢，個個都盯緊第一俄烏戰爭，第二中東局勢。中東局勢當然咧，暫時咪低哈馬斯，個個都喺度諗下伊朗會唔會倒台。嗱，今次呢個咧可以話俾伊朗一個咧好大嘅警示，要搞掂你係探囊取物嘅啫。如果美軍嗱，當然啦，喺伊朗咧今次又唔同，因為咧以往佢會可能遇到有群眾嘅抵抗，係嘛？入到去有巷戰，但係而家你諗下啦，佢自己都成為過街老鼠啊！呢個講緊伊朗呢班神棍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而家嘅伊朗反而係風聲鶴唳。嗱，當然啦，大家亦都要俾呢個咧以色列嘅摩薩德有信心先得，因為佢哋咧亦都係好即係部署得好好嘅。佢可以喺一個叫做咧部署咗幾年之後咧，好精密咁樣咧，將一啲真主黨啊、哈馬斯啊嗰啲高層一併斬首，甚至乎伊朗嘅嗰啲叫做咧革命衛隊嘅高層都俾佢好多人斬首。嗱，炸到佢哋基本上咧係風聲鶴唳嘅又係。